看到华语转客语，他回答的时间呢只有15秒。考生可以看到华语考题的句子，但是回答的时候一律要用你报考的腔调的客语来说出。在这里我们提供3个类题来让大家练习。首先第一题，他讲话不清楚，结结巴巴的，又爱讲话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一共有4个关键字。首先第一个关键字是华语的他，华语的他在客语会发音成己，南部客家会发音成乙。不清楚，华语的不清楚，客语会发音成唔清楚。结结巴巴，华语的结结巴巴在客语会发音成结塞一堆，南部客家人会把它发音成结塞一堆。第4个关键字是又爱，又爱在客家话是变成又好又好，所以整个句子回答它的参考答案就会变成己讲法唔清楚，结塞一堆又好讲法。己讲法唔清楚，结塞一堆又好讲法。考生在回答的时候只需要回答1遍就行了。第2，我们看到第2题类题，你既然到了嘉义，怎么不顺便去阿里山走走？同样的，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4个关键字。第一，既然，既然在客家语发音里面会变成基眼，基眼，可是在南部的客家它会发音成基眼，基眼。第2个关键字怎么不，客家话会讲成娘唔，娘唔。第3个关键字顺便，客家话会发音成孙沙，孙沙。最后一个关键字走走，客家话会讲成行行啊，行行啊。所以这一题的参考答案，我们可以把它说成：既然去到嘉义，我唔顺沙去阿里山行行啊。既然去到嘉义，我唔顺沙去阿里山行行啊。最后一题，稻田里站着一个穿红衣的稻草人，远远望去非常显眼。这里同样的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关键字。这一题因为比较长，所以它的关键字可能会超过4个。首先，稻田里，客家话会说成我条田荒，或者说成我田荒。第2个，站着，客家话会说成旗凳或者旗嫩。第3个，穿红衣，客家话会说成作风衫，作风衫。第4个，稻草人，稻草人这个名词比较在客家话里面现在已经不常见，但是我们要记得它很特殊，它叫干人呢，客家话会说成干人呢。望去，我们会说成看那希，看那希。显眼是很特殊的一个关键字，在客家话里面会说成大念，大念。北部客家人会说成大念，大念。所以这一题的参考答案，我们可以把它说成：我田起等一个作风衫嘅干人呢，人人看那希亲大念。我田乡起等一个作风衫嘅干人呢，人人看那希亲大念。